live stream in Tibet. 第开始，那我也讲汉语啊。瓜正奇，谢谢。淘气。当说是本也能体育别个了，些看的年不大了就当。去把人家看别个了，没人家都俺你看着哎，他那边人家么的这，阿来我就是哪着呢？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梅娜佳，来自礼堂。来自礼堂，美娜佳。对。啊，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梅娜佳就是藏文里面一个梵文，
是来自印度的一个古印度的一个，就是字典里面说的是一个就是天上的一个仙女吧，类我们干看嘛些。这个名字起名字的那个是高人，确实有点像天上的仙女。对，我们4位男导师亮灯的团体，不愧是天上的仙女啊，4个男导师都亮灯了。那我们开始抢人吧。抢吧，赶紧抢！不好意思，这个阶段，反正这嘛的。Payu litane ro. 是。要不两个，这是的。赶紧切给。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首先我自己也是，想当年在10年前就是背了一个吉他，去参加各种比赛，真的，有时候拿吉他在北京的各种街头，当时也下着雨，然后都湿透了，然后又去成都参加比赛，比赛来比赛去，我知道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你的吉他技术的话，应该至少有4年左右，大概，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整个歌曲你唱的也很流畅，然后当时你在唱歌的时候，我当时在想，如果后面有鼓、贝斯、吉他，对吧？再有个键盘的话，那可能今天会属于你的一个个人的小型的一种演唱会。当然，我希望你在这个除了唱这个像刚才那种风格以外，然后希望你能够多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元素。谁说我们不可以唱其他国外的一些风格的歌曲？摇滚乐有很多种风格，对吧？所以。首先恭喜你啊！然后，如果你能来到我的战队的话，我觉得我也可以背个吉他跟你一起唱一首歌曲。谢谢老师。谢谢。国木的雷。国木的。普通话那个阿弟老师说的对，然后就是可以有不同的风格，可以再去尝试。然后我这边也有个想法，就是也可以学一首拉萨的歌，然后以后唱的话，比如说怎么样子定起，就是那种类似的拉萨歌，我觉得你的声音也是很适合。我个人感觉的话，比起后面就是吉他扫弦开始，我觉得更喜欢前面，就是很轻的，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完全可以沉醉到你的音乐里面。我也是，然后这个。就感觉就是人有点就是今天拍的很多，但是忍不住还是拍了，因为确实大家直播朋友也能看得到，就是我们女歌手还是很少，尤其是在卫藏这边，然后就是我团队里面我也希望有一个女歌手。然后就是比如说有些歌手可以唱很嗨的歌，然后有些比如说您可以就是女歌手可以唱很静的那种很谦的那种歌，来谁？多谢。喂，看不上。看不上。就是前面2位老师也说的很到位。然后就是我算是我以前的梦想也是，当一个民谣歌手。然后我是从高中开始，自己组了乐队，然后自己弹琴，然后到现在为止还在坚持，然后也写一些自己的歌曲在发布。怎么说？
我也是平时就是不拿个吉他就唱不出来那种感觉，因为本身自己的这种风格比较喜欢这种拿个琴，然后陶醉在这种音乐里面，这种感觉是很享受的。我觉得你也是。然后今天是真的是，包括之前海选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你唱了这个也是民歌是吧？啊，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听的时候真的是耳目一新吧，就是一个藏族姑娘，然后穿了一个很干净的、很漂亮的一个藏装，然后背个吉他，然后唱这种歌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好听。因为现在呢，很多人都是比较喜欢电子音乐这种很嗨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孩子站在这样，然后自己拿着琴，这种很安静的唱的时候，真的是真的是很享受。然后就是。我也喜欢民谣，然后就是希望你能加入我的战队，谢谢。谢谢老师。건강상. 감사. 다 근데 러브래. 루시에 다양한 차샤나. 오늘 빈미스베 야부다나기. 루시에 나마 주윤들레 야약세 그도 있는지. 오늘 하장 야부다나기. 다 단디 아주 견노 선루라가 스메 다르지마 아니 아주 데 의상기 니마기 루시엔제지 엔데 세데스타난 오늘 빈미스베 야우용 사르자. 다시나. 掏钱了，记得说说给，应该你心里有心仪的导师对吧？一直有吗？还是现在就几位老师说那种要变心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没有。没有吗？不想变心吗？一心一意的那种吗？是，开玩笑，一心一意啊。好的好的。老师也说了，就是不管你今天晚上加入哪个战队，只要你走到最后啊，就是总决赛，只要你走到总决赛，我给你找一个乐队，架子鼓、被子什么乱七八糟全部给你排上那里，让你真正的当一首这里正儿八经的歌手。这样子，台风啊那种什么都有的，要不这姑娘那里背个吉他特别不方便啊。真的特别好，继续加油，好不好？作证啊！作证，真的，我会那个敲鼓，那个打呀捏鼓，嘚了嘚了嘚了噻，没有的嘞，开玩笑，真的能找，真的。谢谢。哎，请选择心仪导师。我还是会选罗布桑朱老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班里的班歌，每个学校有一个校歌和一个那个班歌，然后老师就是罗布桑朱老师的那个光，就是那个灼灭，那首歌就是我们班级的那个班歌，对。我们是班歌啊，对，我们是班歌嗓，也不是他非要唱这个啊。没有。对。对。拜托了，不要了。不要嘛。他不要噻，你们等下回去自己唱嘛。有，那对，你的选择是大声说出来，好不好？好，我的选择是罗布桑朱老师，也感谢其他3位老师的选择，非常感谢。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没有想到会有老师会那个点灯，真的，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真的。我没有想过有那些东西，我觉得能够上台表现出自己的想唱的那些歌曲，也是一种勇气。然后我就是比较享受比赛的过程，这是一种成长。谢谢老师。其实我没灯着，我也想给你亮个灯。我的灯啊，亮了。哎呀，恭喜我们罗布桑朱老师拥有5位选手。谢谢。感谢。掏钱，俺就我继续加油，好不好？好，谢谢。你老贵的比嘛多样。呀。掏钱。
等着的，我等着这个立住穷不的。这第一位呢，恰恰是那俺做江浙别让我呢，恰恰是那国等也得了吧，顶着的等着，但主要是忙不当不的，主要是忙不当对咱吧，老板忙不几个是呢，加了中国人是，报道中国人是，俺顶着恰恰是呢，俺那个综艺的下也没多钱呢，我就不搞呀，们就，是吧？因为那个我第一个呀，江浙别让给。他得点钱的去吧，加了葱毛，等俺就主要说的这，当我是姐姐，等看到刚个老大路，什的什团别没忙不起装姐，等俺就看上路不的，写理人的，我说立住穷死，现在我这的江浙别让给今天的，俺就干了修为，干了可能中俺了，掏钱那就修为人，掏钱，俺今天怕了，俺就朋友能够呀，看这时候的等着地得不，但我这个地也不是不有生买的。今天拍了也给当一个新书写不有，加上听到不盲目特别个我有嘛多新的用作特别个我有，我听这啥不是这下的，这干了可能做呀，掏钱来收银，掏钱，俺做个他那个直播的听这那呀，加了几页充个买，俺做我呢常年过来俺做的参加青年选手家姐呀，普生。今天嘛，啷个的那个人就用来切度，干了可能做爱给什么结果，啷个的给什么结果。看他这个新书越在给不着呢，而且俺做冠军的，他老朋友能够呀胜了300个，写不起团特别热话有。有请下一位选手。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一首歌曲。唱一段嘛。游走在爬过街上，那里的人们唱着哒哒滴哒咚哒哒滴哒，那是很对写的调调，阿爸的情歌受了，在那一首动人。我就记得对吧？老卡罗讲没着什么多少的。年轻的的爵士 jazz。Yes， 起来 Yes， 我说 Yes， 但是以后我们两个谁剪头发，一个要剪着下，一个发型一模一样的不行哦。这个舞台上面只要一个这样子的发型。那这个没有办法，我自己也想留着。这么子，本没谁给要当当啥说呢？现在。陶姐，恭喜你，真的5位导师都亮灯了，恭喜！来，开始抢！哒，来，各位的。当我呢，这样给米了这边村呐，说是人人给大家说的，地那这边村呐去嘛呗，我呢真的大家的下，你的可是我。이 루초날 편년이나 아니 그 수위 도치. 그래서 길라 그래서 어디 관다 길라 수이나 나 미게 세우시 개통. 겐 빼면 된지라. 레스 그잖아 길라 레스. 근데기 제 야부시 스팅매나. 레일. 레스. 틱틱교요. 레스. 싫다 야고 말해. 레스. 이내에게 라바 야부시도. 이내도. 写到也买的，专门的，俺的喇叭本没是要多，俺的都好，俺的自己杂交给呢，喇叭也学得了下。没这时间的嘞，或者牌子们这些喇叭给哪个不做家要的，因为呀叫呀，没这俺自己给咱多，喇叭俺自己带多。这是别的这个，是不就？来，各位导师开始抢人，抢！不要这么客气啊。감사. 생일 가르치기나. 예민이야 반대 순한 반대 스길. 러세 예민이야 대셔하디 스길. 그렇지. 디 그래서 어다 지난 단대 다야디 더 저기小镇姑娘와. 근데 가서 롭진 군에 이제 근데 망부년요요. 근데 다야라 쳐도 다녀요라 다 가바치네 근데 망부르 다녀요 셰디. 다디 가르소라 땅 각부라지 요리라 인치란 게 드니야 더데브십다 베서치지 제가 아니 가르소다 굽드 지란 게디 텍스지다 메브레 그대로베 디제스르샤 컴부르스 동안 아니 겹대야
对，副歌结尾前差不多啊，高音区的 dix 的，我来维持一下，我前头没送。勒塞，但那这里的把这里呀，马上呢，text 叫 text 叫一个是多少呗你必须得一个版本的。live 的对。03年个 Soul Power 版个这。这样。아니 다 간다를 지랑게 야구 시부단 소 계시 지랑게 nga 수 뎀바이나 아니 렘부 시부 용서로도 와 지다 제나 갑디 용부 민도 这啥的抖音那那个单曲的菜上去认识多啊？菜。네 세제 nga 쿠란기 탕제 어딘데 러시아勒，陶姐，还有吗？各位导师要抢吗？勒塞，俺弄不什么注意了。你给了，搞不羞于了。那陶姐呢？정말 디 그래 아디라 숨는 시장 원내 장내 당간조 셰 대주 체대조 망부 년제 살론 생교래라 아니陶喆王力宏周杰伦지 쿠나주 수대다지 나래 루셰 R&B 럼볼레 다 슈기 망부 태교기 셰브레라 아니 지금 나라래 다 지금 년만에 R&B 가부체제 아니 슈고 소수 랑좀 루셰 나로리아 아니 R&B다 아니 지 베베 아직 벌써 당당하게 직찬데 님도 송지 제제 저도 망고 다녀요. 그래서 드린 오늘 장내시 비미스베 아직 코나즈 슈베 지 관주 랭게 상물로게 용서 요리 베디 강글로 조금씩 추수. 제가 둘이야 아주 게단로 챙겨게 gel라고나즈레 땅부티스티스 겨서 아니엘레 오늘 장내 루시에서디 강러 rumö 자유나 딜레 동에 요바 메스 제상 즉 루시에서디 유튜브상 바직 큐즈른가 베디 동에다 섬제 강로 제제 아니 기란게 대야 감 가셔지나 로리아 참물로리아 조나 나바야 토제나 디제 야구메넬레 아니 조나 데스 나바 토제나 슈아이라 아니 계시 기란게 아니 나담나 아니 나나조 님도 즉 수익gün다 등도 송지 챙겨 benna 차샤는 예 루시에 집에 루중 사지위바 알아 想象600기 총을 모 장부 잠도 제모 라르베 라랑가 웨셈난기 바우소 수인 펜슨 줄린 체네 셰디 잉디 겹되었다 가세다 월로 쉬워난 코웨가당 키스도 디 R&B 인발라 아직 베베 잉디 지겨라지 다시 기라는 지 야구당도 무슨들래 아니 계시 아니 지 냠래 대체 아직 디 인데 용배 라와유 레서 도잖아 레세 이렇게 나잖아. 타제头谦呢？谢谢你让我今天晚上沸腾了，谢谢老师，很高兴，真的很松弛，尤其是那个转弯儿，太舒服了。谢谢肺你。那时候疼的吗？是的，我的眼睛今天晚上也有问题，一直流眼泪，但是听了你的歌，我觉得我很好，谢谢你。谢谢老师，谢谢。点不点赞了？ 동원 산지 라오스가 숨다르듯이야. 기랑 라바 딩문에 야고도. 제가 겸나 라바 太帅了是这下。게 야고제 아니 기랑기 시에 당당 창공 생활에 야고 신난도.谢야고도. 다제나 내디 별의 그 수에 다제. 레세 길라 다제. 타제 다제나 아주 가르쳐래 대개는 제나 最紧张的时候到了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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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斑马丹子老师、萝卜松柱老师、卓玛杨祖老师、单球阿弟老师、丹巴建参老师，你自己选一个好不好？要不要马上选啊？稍微要有点那种好不好？前面已经有了，心里有准备吗？有，但是我想说一些我自己的观念，可以吗？可以，完全可以。当然，小子，俺不是学长的学。 是是这样子的，就是
我参赛呢，就是可能没有想过我能获奖什么的这种特别有点不切实际的那种想法，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视障者，也就是说就是所谓的盲人，然后很多人对盲人可能会有一种偏见，比如说作为盲人歌手你要励志。啊，你要正能量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光是可以做到励志和正能量，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我一样，我喜欢唱 R&B， 然后我喜欢 funk 雷鬼这种音乐的形式，我想让更多的世人看到我们视障者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的这种生活的态度，以及对音乐的态度是这样子的，所以非常感激能够参加到今天的这一次比赛，谢谢大家。然后这个是我的一种就是参加比赛的一种心态。然后我想选择的导师现在可以说了是吧？差不多可以说了，但是你也是真的太棒了，太帅了，真的特别好，对不对？你只是眼睛不方便是他的妹子呀所以来了怪不起来是吧？今天那个所以来了怪掉呀俺们他们没写着，比个50件嘛对不呀？所以写能够呀录中写着，R&B 啥开始很多人给看的让他看了话 funk 是吧？funk 对对，俺就米汤嘛今天那个我写了个的名呢，好酷没懂啊？这场说米汤没那嘞，米汤嘛蒙不有叫这个好酷啊嘛的，人就看的一面 R&B 的 funk 的 Max 的，人就看的一面好酷嘛的，对嘛的，今天嘞说来了呀，看这球的，50件嘛对吧？来说怕对件。所以说搞有叫罗中姐姐，刚刚好酷，唱的特别好，你就是最帅的，好不好？谢谢。真的太棒了，选一个吧。其实刚才单曲阿迪老师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有点心动，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我的想法和一些东西可能跟特别会玩，我就喜欢这种。继续，就节目效果拉满，是不是？对，必须要这样子。就是真的，我的确有点心动啊，但是我本来有点纠结，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想法和理念可能跟罗布桑珠老师比较契合一点，是这样子，因为我一直都在内地工作求学，一直到现在，罗布桑珠老师有一首歌曲我唱了无数遍，我觉得他那首歌曲的里边就是创作的时候里边融合的素材相当好玩，就是那一首堆写。的情歌，远方美丽的姑娘，在那和你一起在唱这段拉莫拉，爱你而已，心与你damn chamo gamma che la più，这段拉莫拉，爱你而已。Zidung yurwa mibe una sharona。再见了，都是托起，来正式选择一下啊！您心仪的导师是罗布桑珠老师。恭喜罗布桑珠老师拥有一个卡尔斯卡球的猛将黑马。谢谢。这是得嘞。谁见呢？见了送也要拿，没完了。托着呢，安尼很多的木头给真都拿落了呀输给不了的，托着。多谢了。这单曲儿的老师不要伤心啊！对不住了，老师对不住了。后面还有很多这种风格。真的，我上次看了哦，上次看呀，有，这是得嘞，掏钱了，木头输给不了呢，掏钱，这是得嘞。我